你係有先，請翻我哋得唔得？你賺賺先，賺緊呢個，我要買一個雪糕先啊！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快啲，你做咗西先快啲，我先買啊！咁啦，我餵隻仔食啦，交餵隻仔食都。你會等一定肚痛先入翻學？明講，食個。喂，嗰個八角五嘅係咪嗰個？誒，雲呢拿係咪一樣？我得。我起身就食個雲呢拿，醋味冇啊！醋味嗰個我仲要食咗少少，因為我。